即摆愿意互囡仔注预防针的家长也是无多，但是南投县仁爱乡卫生所的医护人员也是真尽职，也是到各小学去巡回，要为学生来注第一剂新冠病毒的预防针。仁爱乡卫生所开始替乡内小孩囡仔注莫德纳，有的学生摕到小黄卡，感觉真欢喜。不过，有学生注射了后，发现无家己所想的这恐怖。打之前手会抖，然后很怕。打完之后就觉得也没有那么痛。打完疫苗的话，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应该是比较好吧，这样就比较不容易染疫吧。虽然有部分的家长唔敢互囡仔注莫德纳，不过有家长因为较近的案例一直增加，要是赶紧带囡仔来注射。有些家长会担心，想说怕疫苗有后遗症。那有些家长是想说他想要等 BNT 疫苗。卫生所讲，即摆无注射的学生以后嘛会使去仁爱乡卫生所，或者是去其他医疗院所注射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